Hello，大家好，我係 Evan 何啟聰。嗱，上一集咧，我哋提到咧四大高息股嘅 ETF 啦，其實咧佢哋有啲唔同嘅選股機制，而呢個機制咧，亦都令到佢哋今年嘅年度嘅收益咧係有啲嘅差異啊。究竟即係點解會有呢個差異？究竟邊個機制咧有啲咩好同唔好嘅地方咧？我哋陣間再逐步去講。咁我哋首先咧就係睇睇咧就係四大高息股 ETF 咧，而家追蹤緊嘅指數係邊幾個指數先？嗱，3466啦，咁可以睇翻咧就係恒生高息股30指數，3110追蹤緊咧就係恒生高股息率指數，3190追蹤緊咧就係恒生滬深港特選企業高股息率指數。咁至於3437咧，追蹤緊咧就係中證國新港股通央企紅利指數。頭三個指數咧就係由恒生指數服務公司所編製嘅，至於第四個指數咧就係由中證指數公司所編製嘅。你可以睇到咧，就係咧，佢哋本身嗰個嘅編製機制咧，係都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噃。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我哋講之前咧，我哋又講一講咧，究竟咧，即係 ETF 由發行咧到追蹤指數咧，其實個流程係點樣啦？因為有啲朋友咧就搞錯咗啊，以為咧就係所謂嘅優化機制就係個基金經理咧就主動去做一啲嘅動作，去不斷去變換緊手上邊嘅持倉啦，去追求最大嘅回報。嗱，其實就唔係嘅。嗱，頭先講過嗰四隻嘅ETF 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被動型嘅 ETF 嚟嘅。所謂被動型嘅 ETF 咧，意思咧就係咧，佢哋發行嘅時候咧就會揀定一個追蹤嘅指數，而喺期內咧個基金經理咧就盡量將佢倉位咧就係貼近翻呢個指數所顯示嗰個應有嘅持股啦，或者嗰個持股嘅比例啦。咁最終呢個目標咧就係令到嗰隻基金俾到投資嘅回報咧係盡量貼近佢追蹤嗰個指數嘅。如果呢個指數咧喺期內咧會有任何嘅成分股變換啦，咁基金經理都會被動地去買入或者沽出翻相關嘅股份。嗱，情況咧就好多時候咧，大家聽到咧話恒指季檢啦，咁恒指季檢生效之前嗰個交易日咧，見到咧美市咧有啲即係嗰個相關涉及嗰啲個股啦，可能嗰個嘅成交金額都會大增。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就話有啲基金經理有啲被動型嘅基金咧，係需要喺市場上邊買入或者沽出幾多股份啦。其實嗰個嘅邏輯都係一樣嘅啫，即係話咧，平時咧大家見到話即係恒指服務公司做完季檢，可能加入咗某啲股份剔走咗某啲股份，咁去到即係生效嘅時候嘅話咧，咁個基金經理咧就會跟啦。咁擺翻落去呢四隻嘅ETF 裏邊嘅話咧，就係話呢四隻嘅 ETF 佢哋追蹤嗰個指數咧，其實佢哋都會做一個年檢㗎。頭三隻嘅恒生指數服務公司所編製嘅指數咧，每年嘅6月咧就會做一個嘅成分股嘅變換㗎啦。至於中證指數嗰隻嘅話咧，就喺12月嘅時候咧就會做翻個成分股變換。但係咧佢嗰個成分股變換咧，都會有一個機制嘅嚇。譬如話咧3466啦，3110啦，同埋即係3190啦，其實咧佢哋都會加入咗一啲，譬如話可能係成交上邊嘅規限啦，或者咧就係嗰間公司咧有冇一啲嘅持續派息嘅記錄啦，等等呢啲咁樣嘅各樣嘅限制。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就係因為佢係呢啲係一個即係高息股嘅指數啦，咁所以佢哋要確保係嗰啲股份唔係話派一次高息嘅啫，係需要係持續地係有良好嘅派息記錄咧，佢哋先至會納入呢一個嘅指數入邊。其實除咗話一啲即係派息記錄啊，或者一啲嘅成交嘅一個嘅記錄係需要去對比翻睇下佢哋符唔符合呢個資格之外啦，其實咧3466又好3110又好，同埋3190都好啦，其實咧佢哋咧有個比較特別嘅一個機制咧，就係咧佢哋會剔除咗咧就係1年歷史波動率比較高嘅一啲股份。譬如話咧，你睇翻3466啦，佢會將過去12個月內咧就係即係波動率係最高嘅10%啦，喺嗰個嘅候選名單裏邊去剔除嘅。咁另外咧，如果話有啲股份可能喺過去12個月個股價跌幅超過50%啦，或者咧就係喺合資格股份裏邊咧排名最差嘅10%嘅一啲嘅
股咧，佢都會剔除。咁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咧？嗱，大家諗一諗背後嘅邏輯啦，就係話如果有隻股份佢一年嘅波動率係非常之大嘅，咁可能咧嗰間公司咧就係經常都大上大落啦，咁有機會佢盈利上面就表現唔係咁穩定，咁所以咧喺個機制上面咧，佢哋就剔走咗佢，咁啊揀10%呢類嘅股份咧就剔走去，盡量咧令到嗰個嘅基金嘅波動率就唔至於話太高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中咗話過去12個月個股價跌咗50%啦，可能嗰間公司咧雖然係個股息率係高，但係呢個高股息率係因為個公司嘅盈利前景有啲陰霾，所以令到佢個股價係咁跌啦。所以就對應嚟講，嗰個股息率就高咗嘅啫，就唔係話呢間公司咧係非常之穩定。咁所以佢剔出去亦都係有個原因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剔埋呢一個話喺合資格咗之後，表現最差嗰10%嘅股份啦。咁其實就話即係喺裏邊再揀一啲可能係近期表現更比較強嘅一啲嘅股份啦。成個機制我諗我個目標咧就係剔除咗一啲即係你可以睇翻佢哋嘅發行文件裏邊都講到咧，就係剔除希望係透過呢個機制咧剔除咗一啲嘅高息陷阱啦。高息得嚟其實就嗰間公司可能盈利係走緊下坡啊，或者係因為急跌而令到佢高息呢類嘅股份。咁啊3466你可以睇到嗰個機制會係咁樣啦。至於3110同3466嘅分別咧，就係首先就係3110其實就會追蹤50隻嘅股份啦，3466咧就係追蹤30隻。另外咧3110咧，其實佢就喺嗰個波動率嗰個嘅剔除上面咧就再做嗰個選擇嘅百分比就多啲。頭先咧，如果你話睇翻3466咧，佢就係將最高波動率嘅10%嘅證券喺候選名單裏邊移除。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3110咧，佢就係將25%嘅證券咧就係移除嘅。咁其實你話邊樣好啲咧？咁如果你話即係3466嘅話咧，假若有一啲嘅股份佢係即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波幅，但係佢波動中係繼續係上升嘅話咧，咁其實就會比較有機會可以保留到或者係被加入到呢一個嘅名單啦。咁但係相反嚟講，你話即係市場上面並冇呢啲股份嘅，咁以3110嘅做法嘅話咧，又可能會好啲嘅喎。因為其實佢剔走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股份。嗰個嘅數目咧，可能係即係相對地嚟講咧，係就比較多一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剔走咗嗰25%嘅話，咁你就變咗冇咗一啲可能係波動率比較高，但係其實佢波動中一路係上升嘅一啲股份咯。咁啊變咗就，所以睇下你嗰一期究竟嗰個市場嘅走勢係點樣咧，去決定翻究竟係3466定係3110咧，嗰個策略會比較好啲啦。嗱，兩者咧，其實你睇到咧，佢哋都係同樣地做咗，就話將過去12個月股價跌超過50啦，同埋即係候選排名中最差嗰10%咧嘅股份咧就會剔走嘅。咁另外咧就係3190啦。咁3190其實即係又有啲乜嘢唔同咧？同頭先嗰兩個指數即係其實咧佢都係會將即係嗰個嘅標準差最高嘅25%嘅證券咧就會係剔走。咁另外咧就係佢亦都係同樣地咧，就係剔走12個月股價表現係跌超過50%，同埋候選排名裏邊嘅話最差有10%嘅股份。不過佢嘅唔同咧就係咧，其實佢唔係淨係買香港嘅股份嘅，佢會係揀埋就係內地即係有啲 A 股都會一併咧就納入去做翻個考慮。咁所以你可以話，即係3190個分別就係佢係買香港以及中國，而3110咧同埋3466咧，佢哋就係買香港嘅市場上市嘅股份。咁另外就喺優化機制上邊有少少嘅差異咯。咁3437有啲咩唔同咧？倒轉咧3437咧，其實佢哋就冇一啲我哋所謂咧，就係用價格去即係得出一個結果，然之後用啲結果去優化嘅一啲機制，就冇呢樣嘢嘅嚇。佢專注喺就係揀翻咧即係啲央企啦嚇。如果你唔係央企嘅話咧，其實你就不能夠係被納入呢個指數噶啦。央企當中派股息係比較高嘅，亦都有啲連續嘅分紅歷史嘅。你可以話成個指數就係比較着重去睇翻佢嗰個派息高定低，同埋即係派息嗰個歷史穩唔穩定，就冇頭先嗰3個指數話因應翻佢哋波動率或者係即係排行高嗰個嘅股價表現高低去做翻呢啲嘅篩選嘅程序。咁你話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佢哋嗰個嘅表現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嗱，我哋咧，睇佢表現會唔會有啲唔同之前咧，我哋再做少少總結啦，就係話咧3466、3110、3190咧，其實咧佢哋每年嘅6月咧就會做一次嘅即係指數上邊嘅檢討啦。咁啊，今年嘅6月已經做咗，3437咧就會係喺12月嗰時候去做呢一個嘅檢討嘅。但係由於3437咧，其實佢嗰個嘅檢討機制並不涉及到話睇翻嗰啲股份，即係過往嘅波幅啊，或者即係佢嗰個排行表現，純粹都係揀翻央企跟翻嗰個高息率嗰個嘅角度去排啦。咁所以你可以預期咧，就係話佢哋未必話好似即係3437咧，最終執行呢一個嘅成分股變換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好似3466、3110或者3190咁樣咧，係會有好大嘅行業上面持股嘅變化。嗱，其實咧今年咧點解話即係頭三隻嘅ETF 咧，佢嘅表現年內嘅表現咧比3437係好咧？主要咧就係咧，其實3466、3110同埋3190咧喺年內咧就係6月嘅時候咧就係減咗比較多嘅金融股，就轉投咗咧喺年中以後咧其實表現得比較好嘅能源股上邊嘅。咁變咗咧就係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哋係即係比較好地把握到咧，就下半年嗰個嘅原材料股啦，或者能源股嗰個嘅升浪啊。金融股唔係話佢差，但係咧就明顯地喺下半年呢個走勢咧就係冇咁強嘅。咁少少總結咧就係話咧，其實首三隻嘅 ETF 咧就用翻即係恒生指數公司嘅指數作為一個標準啦。咁佢選股咧同股票價格嘅表現啦，同埋佢嘅波幅咧係有關嘅。3466咧同埋3110就係嘅分別就係剔除一年歷史波動率最高嘅比率，係一個就剔10%，一個就剔25%。咁啊，央企紅利指數咧比較着重係咪央企啦，同埋佢嗰個嘅派息記錄係點樣嘅。嗱，因為唔同嘅選股方法，造成咗咧佢哋今年嗰個嘅年內嗰個行業分佈喺6月份以後咧，其實會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差異，亦都導致咗咧就係話咧呢幾隻 ETF 咧點解年內個收益咧有啲高有啲低？嗱，首先睇翻咧3466咧6月份個成分股嘅轉換記錄啦，加入咗15隻。刪除咗另外15隻嘅股份，咁你見到咧就係加入嘅股份咧，其實咧喺下半年嘅表現咧，普遍都係唔錯嘅大部分都係上升啦呢啲亦都係有部分可能係一個倍升嘅幅度，即係當中中國宏橋係一個即係最好嘅一個嘅升幅嘅一隻股份咯。咁剔除嘅股份最好嗰隻其實都都有啲升幅嘅，即係譬如民生銀行。咁但係咧，佢亦都有效地咧，亦都真係剔除咗譬如話中國飛鶴啊，或者喺下半年走弱嘅統一企業啊呢一啲股份啦。所以整體嚟講，令到咧佢嗰個嘅收益咧喺下半年咧就表現得比較好嘅。3110亦都有做過呢一個加入同埋即係刪除嘅動作，咁加入咗12隻啦，沽出咗12隻。你見到咧嗰個嘅表現咧就相若一啲啦即係雖然加入嗰12隻嘅話，似乎所帶嚟嗰個嘅升幅咧都係比較多一啲，咁但係咧就冇頭先嗰個3466嗰個嘅即係兩者嗰個差異度咁大啦，你可以話。好啦，跟住睇翻3190咧，其實咧佢就變換比較少隻，加入7隻就沽出7隻嘅啫。咁啊，加入嘅7隻咧，最主要即係令到佢個表現係追得比較好咧，亦都係因為佢加入咗中國宏橋，同埋咧就係買中咗係被匯豐係提出私有化方案嘅恒生銀行啦。咁你見到就係即係整體嚟講，你話三隻咁其實喺下半年個嚟講，即係相對表現比較好嘅，可能係3466啦。其次就係3110啦，咁跟住最後先至去到3190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就係話，即係喺6月呢次轉換成分股之後咧，佢哋嘅表現呢三隻咧，3466係升咗28%，3110升21%，3190就係只係升咗17%嘅啫。咁3437就未轉成分股嘅，12月先轉成分股。咁但係同期因為冇轉到佢 keep 住係嗰扎央企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嘅股價相對個表現亦都係即係比較跑輸咗啦。咁啊，同期你話即係講緊盈富嘅話，更加因為可能係揀咗一啲即係恒生指數揀咗一啲高位買入咗指數之後，又跌咗唔少嘅一啲股份啦，所以反而係拖累咗即係盈富基金方面嗰個表現添㗎。
好啦，咁啊，希望咧就係透過即係頭先嘅解述啦，大家可以了解到咧就係唔同嘅指數嘅編撰嘅機制啦，可能咧就都會影響到咧相關嘅 ETF 啦年內嗰個收益嘅表現嘅。咁你話啊，係咪話一定即係3466嗰個機制係最好咧？嗱，其實亦都頭先提過咧，就係3466同埋3110咧嗰個即係分別只係話即係究竟係剔走波動率最高10%定係20%啫。咁啊呢一樣嘢咧就喺唔同嘅市況情況底下啦，可能會得出咗一個唔同嘅結果嘅。咁啊冇話即係邊一個係一定係最好或者一定係最差啦。咁至於3190咧，就係因為佢係涉及到亦都會買入 A 股。咁如果話即係 A 股個表現係比較好，可能佢同期個表現又會比較強一啲。相反嚟講，如果話即係 A 股嘅表現比較差啦，佢表現咧亦都可能會弱一啲。咁至於即係3437，你話啊冇個優化機制係咪一定係冇咁好咧？嗱，如果個市場係當期咧係炒緊一啲即係 AH 差價嘅一啲主題嘅話咧，可能3437咧又會受惠嘅噃啊！咁所以咧，你就要睇下即係究竟市場咧嗰個走勢當期係點樣啦。只可以話，如果你話即係市場冇乜太大嘅主題，冇乜太大嘅炒作，我純粹係即係話見到嗰啲資金咧可能持續流向一啲嘅高息，而可能係即係盈利基礎比較穩健嘅股份嘅話咧，咁似乎咧就係3466啦、3110啦，可能會好少少。3190嘅話咧，因為始終就係話要睇下佢買咗啲咩 A 股，因為整體 A 股市場嗰個嘅估值上邊可能會比較高少少，比較貴少少咯。咁你話3437嘅話，頭先提過就可能即係需要係 AH 即係炒差價啦嚇，咁啊有 A 股嘅股份又係央企嘅話，可能佢個喺 H 股呢邊嘅話，個股價就有機會水漲船高啦。倒翻轉頭，因為即係3466啊、3110或者3190嘅話咧，佢哋未必話全部係揸住一啲即係央企嘅股份，有啲可能甚至係揸緊一啲港資嘅企業嘅話，就未必可以受惠到即係炒 AH 差價嗰個嘅好處。咁啊，所以即係要睇下即係當其時嗰個嘅市況係點樣咧，先至可以講得準話邊一個 ETF 咧有機會咧喺嗰段時間去跑贏嘅。咁啊，希望咧呢段短片咧都可以幫大家咧就去揀選呢一個高息股 ETF 嘅時候咧，就再去再多再去考慮下即係邊一隻 ETF 啦係比較適合自己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短片嘅話咧，希望大家咧可以俾個 like 我啦，以及希望大家咧可以 subscribe 埋我 iPhone Ho 何啟聰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嗱，我呢個 channel 咧逢禮拜一咧同埋禮拜五咧就會做直播嘅。禮拜一咧就係美股嘅直播，禮拜五咧就係港股嘅直播。咁另外咧，亦都大家咧可以考慮咧成為埋我嘅付費嘅會員。我嘅會員咧有3個級別，分別咧就係聰明小豆、聰明豆同埋聰明豆豆。聰明小豆嘅會員咧就會有個會員勳章啦，咁啊支持翻我日常嘅教學內容。聰明豆咧嘅會員咧就可以咧就係另外獲得咧就係一個每月嘅專題嘅教學嘅短片㗎。咁至於聰明豆豆嘅會員咧，就可以咧就係逢禮拜三咧會有一個每週嘅影片，呢個影片咧就會有一啲嘅市場經濟數據嘅分析啦，以及咧就係一啲資金流向嘅總結啊，同埋即係有一個即係我多年嘅一個交易心法嘅分享嘅。逢禮拜三咧就會俾翻我嘅會員㗎啦。咁如果成日想成為我嘅會員咧，可以咧就係去 YouTube 裏邊咧撳加入會員啦，或者咧就係 Patreon 嗰度咧就係揀選翻 iPhone 何啟聰，咁啊揀選翻成為即係聰明豆或者聰明豆豆嘅會員啦。最後咧亦都可以咧就係追蹤埋我嘅 Facebook page，讚好同埋追蹤我嘅 Facebook page，我嘅 Facebook page 嘅名稱咧就係 iPhone 何啟聰。咁希望呢段短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啦，拜拜。